香港雲倉如何下單購買？打開香港雲倉 App， 輸入手機號，輸入圖形驗證碼，點擊箭頭位置獲取手機驗證碼，輸入手機驗證碼，點擊登錄按鈕，點擊加號按鈕，添加購物車，然後點擊購物車，到購物車界面，點擊下單商品，點擊結算按鈕，核對下單地址後，點擊立即支付按鈕，進行支付。點擊個人中心按鈕，跳轉到個人中心頁面。點擊全部訂單按鈕，即可查看全部訂單。